女人一口气喝了8瓶茅台，躺在床上烂醉如泥。男人想要给她拿解酒的丹药，却被女人一把拉到了床上。林夕与九晨相恋了100多年，今天终于等到了开花结果。可就在他们要举办婚礼之时，九晨却察觉到山灵界有魔族异动，随即他来到神魔交界的富灵渊，发现这里早已是魔气冲天。九晨感知到渊底的幽冥之门已经被人打开，如果再不及时将它封住，整个6界苍生都会被魔气侵蚀。而这一切正是锦绣的阴谋。他知道九晨必定会去渊底封门，设计想让他永远被困在里面，只有这样他和灵犀才会有一丝希望。九晨作为司战之神，守护6界苍生是他的责任，可在他进入富灵渊之前，必须先要给灵犀一个满意的交代。四五崖上，云峰还在遭受千年石封之刑，九晨从天君手中拿到行刑令牌，将服刑未满的云峰解救出来，让他假扮自己守在浮云殿，无论谁来都不能开门相见。交代好一切后，九晨义无反顾地跳下富灵渊。可当他要封印幽冥之门的时候，却发现凭自己的实力根本做不到，最多只能将魔气压制一段时间。九晨靠这段时间可以休息片刻。就在此时，开启幽冥之门的袁童出现了，他告诉了九晨一个秘密：想要重新封印幽冥之门，必须要2个和战神实力相当的人，仅凭九晨一人根本无法办到。与此同时，灵犀在山灵国饱受相思之苦，于是便给九晨写了一封信。可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九晨的回信竟然让他嫁给别人。灵犀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立刻拿着这封信来到了浮云殿。但无论他在门外怎么恳求，九晨就是不愿见他一面。无奈之下，灵犀只能暂时离开，直到他的师姐来到自雾崖，发现云峰变成了一堆碎石。青瑶以为他无法承受雷击之苦，被活活劈死在了这里，于是整日在桃林借酒消愁。云峰不忍见他伤心难过，便偷偷来到桃林看他，不想却被青瑶无意中发现。眼看青瑶看见了自己，云峰急忙化作清风而去。可青瑶确信自己看的没错，恰好灵犀来桃林找他，青瑶便将他看到的一幕告诉了灵犀。听了师姐青瑶的话，灵犀已经猜到浮云殿的人并不是九晨。他再次来到浮云殿，云峰见自己的身份被灵犀识破，只能将九晨的事情全盘告诉他。得知九晨已经身在富灵渊，灵犀决定与他共赴生死。他将山灵国的事情安排妥当后，拿着婚书独自来到了富灵渊，他要在这里与九晨完成婚礼。此刻在穷荒之地，锦绣万万没想到灵犀会随九晨而去，上天连最后的一丝希望也不给他留。可锦绣怎么会如此轻易放弃？九晨与灵犀跪拜天地后，没想到锦绣也来到了渊底。如今他已经彻底变成了魔君，而战神的职责正是除魔卫道。九晨化成本体青龙，灵犀变成一只火凤凰，龙飞凤舞与锦绣交战在一起。3人再续了5万年前的神魔大战，最终九晨凭借一己之力将锦绣生生推入魔门，而他自己同样深陷其中。为了拖住锦绣，九晨只能让灵犀马上关闭幽冥之门。从此灵犀与九晨分处神魔两地，不出意外的话，2人再无相见之日。时间一晃过去了300年，因为300年前的那8瓶茅台，灵犀为九晨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，母女俩一直生活在从极渊。这天灵犀正在陪念儿玩耍，却发现雪地里洒满了玩具。灵犀顺着玩具一路来到外面，在一颗石头上看见了久违的长生结，这是战神九晨曾经送给他的。当灵犀再次返回屋内的时候，一个男人正抱着念儿讲故事，此人正是战神九晨。本剧到此结束，希望下一部剧老铁们会喜欢。